大家好，我係楊思琪，今日我會帶大家玩轉香港，體驗最地道嘅港式風味。好，出發啦！香港一座充滿魅力嘅城市，融合咗現代與傳統、繁華與煙火。第一站，尖沙咀海濱長廊，喺度可以欣賞到好靚嘅維多利亞景色啊！哇，一齊影翻張相啦！沿住長廊漫步，一邊係美麗嘅維港景色，一邊係香港繁華嘅天際線，而且長廊上仲有星光大道，尋找自己中意嘅明星嘅手掌印。我揾到啦！華仔，嚟香港點可以唔坐下天星小輪啊？坐小輪咧就可以睇靚景。到咗中環，一定唔可以錯過摩天輪。呢個摩天輪雖然唔算好高，但勝在視野超正。坐喺摩天輪入面，隨住緩緩上升，可以將整個中環嘅美景盡收眼底。要體驗香港嘅文藝氣息同埋自然風光，一定要嚟石澳呢度啊！清澈見底嘅海灘同埋悠哉悠哉嘅生活節奏，漫步喺石澳，彷彿進入咗童話世界。夜晚就要嚟廟街夜市呢度行下啦。成個夜市熱鬧非凡，街邊有各式各樣嘅小食攤，每一樣都好正，食到你停唔到口。今日嘅香港之旅就嚟到呢度啦，記得點讚收藏，話我知你想去香港邊度玩，留言喺評論區，到時帶你哋去。